如果你連一個目標都冇，其實你就唔應該喺嗰個運動入邊咯，唔可以俾自己嘅心態壓垮咗自己。特別係3項鐵人呢個2小時入邊，你冇可能冇 mistake， 亦都好考驗你個運動員你個 mentally， 因為其實你可能一年有成10幾場比賽，你點樣每一場2個鐘都鬥得好好呢？3項鐵人呢，其實我係接觸游水先嘅，係啊，咁喺小學3年班一路學游水學到小6啦，咁喺一個水運會入邊呢，收到個宣傳單張，咁就係關於游水跑步嘅水陸2項鐵人。咁喺嗰次比賽入邊呢，我就好彩咁攞到第1名，咁就開始了解咩係2項鐵人，咁咩係3項鐵人，咁就開始咗我3項鐵人嘅一個旅程啦。越嚟越大同埋接觸得越嚟越多外國嘅選手嘅時候，你就發現呢啲只係一啲 local 嘅比賽同埋獎項。咁但係其實你出去外國嘅時候，你同其他運動員競爭係比呢啲獎項更加重要咯。Do you watch the races a lot? Yeah, they actually racing now. It's live. 咁嚟緊其實會有 Asian Games 嘅 selection race， 咁我就全力準備呢個選拔賽，咁就希望入到亞運會，咁去為香港爭取更加多嘅獎牌。咁我哋一年會計6場比賽啦，上年6場同今年6場加埋就12場，呢一個嘅總分呢，就係我哋世界嘅 ranking 啦。呢一個總分呢，亦都會係奧運達標嘅一個因素咯，即係你 ranking 越高就容易去到奧運咯。我覺得對我自己最深刻嘅，反而係一啲輸嘅比賽多過贏嘅比賽更加深刻咯。最後一年嘅青年亞洲錦標賽，我就喺青年組入邊鬥得最差嘅一場比賽。喺4年入邊，其實我都上唔到亞洲錦標賽個頒獎台啦。咁我就好失落，因為我啲隊友個個都頭3名喎，我自己係唔敢望向個觀眾席度咯，有少少。其實俾我自己一個感觸好大，咁可能呢個亦都係我一路唔放棄嘅原因啦。因為好似有種感覺就係我仲未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。咁喺 U23之後呢，我就開始放鬆啲個人，亦都鬥得越多比賽嘅時候呢，其實個經驗多咗啦，亦都知道點樣去用一個好啲嘅策略去保留體力啦。係啊，咁喺我 U23嘅時候就攞到獎啦，甚至係喺我亞運嘅時候係發揮得好好啦。咁呢啲亦都係我呢一啲失敗嘅比賽入邊學到嘅嘢，令到自己可以行得更加遠咯。真係失敗也成功之母，因為你要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，你先可以知道你要做啲咩。而你要做嗰樣嘢嘅時候，你又要知道你要放棄另一啲嘢，譬如可能係你可能陪屋企人嘅時間少咗啊，你陪女朋友嘅時間少咗啊，甚至係你可能出街玩嘅時間少咗啊。咁呢啲係相對嘅，即係可能你除咗訓練之外，可能你5點鐘訓練完啦，咁你其實你有可能5點至到10點鐘，你其實可以出街玩啊，可以做其他嘢。咁但係其實呢啲時間係你恢復嘅時間，因為你第2日已經要準備投入去一個可能辛苦嘅 session。最大嘅難關就係你要攰都要出去練嘅時候，點樣去 force 自己去完成訓練呢？3項鐵人呢個項目你好難每一課都做足晒，咁但係只要你做得足，你就會越嚟越好咯。我係3項鐵人運動員黃子圖，代表香港參戰奧運係我嘅 pinnacle，全力向呢個方向度發展。